现在是这样过的。对啊，期中考。对，期中考完就礼拜一高好，对 ，OK。这个是，嘿，这个是最简单，咱们调皮的点拢很显示。哦，对啦，因为咱那个所在敢若无实施，所以就这个爱做落来，嘿啊，怎么老师就爱滴，嘿，就安尼。老师很想。啊。哦，这个，这是绿地啊。哦，你讲你讲这个模式吼，后边啊，后边来就看什么？这个呀，是的，对，做选这个，我要搜一下，应该是哦，是哦。我讲嘛。好，我去回去。聊到。及时考虑。
等一下，对。他已经比较。对，客气嘛。老师你好，我来介绍一个青年，小弟可能请伊参加咱的学生。你来台湾也要带一些回去啊！加工啊！你不能来做。这就来，发现两个很大哦。哦，你整个。芝麻不用梅花做了。基本上也下载了这个。有啊，你看是用这个最高吗？对对对。他用这个双击。对呀，多很多。对啊，是中国国产的哈，它等一下上面有个尾贴，也是开的，包括进来的，然后没有来的时候没来的。
像那个好帅的。多困难。啊，好快。好嘞，下一来啊。对吧？现在看到的相对来比较不一样。但是啊，未来做我们看有来上后来提供节奏，这个会这个才是效果啦。帮你来照。哎呀，那个我们施工里面之前就有带过来的。照你讲照哪里的？那个地方就是。没有。没有了。他突然间的然后特别方法，他说给公司开那个后来的。选对对手哦，有没有那个标记？这应该是左右。这下面应该是白热了，还是白中了？哦，这也听着。给你看嘛，给你看嘛，跟看嘛，然后我讲他。哎，也不开张不行啊，里面有他的药物。两边定义是这里，然后中间3台之间。使用时在哦。那个那也，反正我的跟他跟我去推荐了，我这个是老乡，老乡进去，假了对了，一般都是的，男的女的都一样，这是他的原因，有的是跑过有的是这边跑过看有没有我跟他搞过，我是成功的。我是到你跑到你有空的，再把他这下个天一直要洗手，一直要洗手。好了，今仔日咱咧进入咱早起的祈祷会，我请咱安静心。咱在先来吟这首诗歌，进入我心，咱来评两遍。进入我心。进入我心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，现在的来，我的我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，现在进来，我的我，来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这项为着上帝伫咱过去一礼拜中间，伫各方面的所受带领，咱来献上感谢的祈祷。
主，阮感谢你，过去一礼拜的锻炼和保守，互阮无论是伫工作、伫生活、伫家庭的中间，拢有你特别的照顾与丰盛的赏赐。阮特别为着过去一礼拜久，你安尼来带领，要献上感谢。阮为着这一礼拜中间，若是有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要献上，你对阮的信心的操，伫各方面的操练，主帮助阮会通搁较信靠你，也会通搁较稳对你，同时也会通经验你一切美好的安排。为着今仔日，互咱会通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，咱来献上感谢的祈祷。互阮伫主日的早起，遐来各种的福气，但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这个时阵安静心，也用感谢献做祭，互阮伫这个亲密交接的中间，我再一摆来看见。伫处理这个大家庭中间是啥物啊幸福，是啥物啊得到上帝你的管道。第三，为着咱会通用敬虔的态度来敬拜上帝，献上恳求的祈祷。主你是圣洁，在来到你面前，阮就爱持守圣洁的心。特别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用心灵质来甲你直接来敬拜。主恳求你这时阵，除去阮拢总的罪过，互阮确实会通得到你的赦罪。阮伫你面前，会通称作是你受阮的儿女。主，阮要敬虔来敬拜，因为你欢喜阮用这款的态度来敬拜，阮也要用敬虔来领受，因为阮知影伫礼拜中间会通对伫遐领受你丰盛的赏赐，就是你话语的赏赐，就是你平安的赏赐，以及你各种祝福的赏赐。阮要伫这个礼拜的中间，用敬虔的心来领受这一切，就是为着今日出外工作，也是旅游，也是转去到伫因的家乡，也袂当甲咱同齐敬拜上帝的兄弟，献上祝福的祈祷。
主按这时阵，特别为着天主日，我都来到伫阮会中，参加敬拜上帝弟兄姊来祈祷。刚才因伫大学上有困难，刚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有的是出外旅游，是因为转去故乡，因伫无多伫这中间，甲阮三个来敬拜。当时我们恳求上帝，你是阮的手，甲因同在，保守因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因有缘会通用敬虔的心，伫各地的教会来敬拜上帝，互因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，因为敬拜上帝的心是火热的，上帝你就要通过安尼，互因也会通伫主日的中间。领受上帝你丰盛的祝福，为着这的兄弟，带给阮的祈祷。第五，为着今日所有伫礼拜中间服侍同工，咱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囝仔认耶稣做基督的，就是要称作是上帝你的祭司。主，互阮伫即个大会中，用敬虔的心来敬拜。主，阮伫礼拜的中间，拢有安排无共款的同工参与伫礼拜的程序内底。阮咧特别为着这个同工来献上阮的祈祷，阮特别为着今日的诗会、侍奉长老来祈祷，求你通过伊的诗会，会通互兄弟甲用敬虔的心来敬拜。阮也要为着今日的诗献、今日的交代，也为着今日要献诗的主日的学生来祈祷，恳求上帝。以保守看顾，或者服侍的同工，有对圣信内的快乐，伫因服侍各种的事工顶面，搁加即个服侍的中间，会通纪念上帝，你互因各种恩典的赏赐。愿特别将这服侍的同工，求上帝你搁再一摆引带看顾甲带领。最后，咱因。今日会通专心来领受上帝为伊的启示，甲教导献上恳切的祈祷。主，阮内心要恳求你，允许你的罗卜，通过你罗卜的喙，会通来伫礼拜中间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主，阮特别感谢你，因为你每一礼拜通过圣经的教导，通过牧者伫这圣经话语中间的分享，互阮会通坚固信仰。会当伫人命提升，但阮的恳求上帝，你来帮助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伫遮所领受的，也个人互阮的人命得到帮助，互阮人命得到养持。恳求你，互阮的健康
伫这时阵会通对你来拍开，互阮的心会通来拍开。主求你清理阮的灵魂，互阮知影，阮每礼拜来甲你面对面来见面的时阵，是为着要对你遐来领受着对天顶来各种的福分，帮助阮一个圣洁的交通的中间，阮的确会当伫生命得到更较大的成长甲帮助。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，奉靠最后所得到的圣名。到最后，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，我的心真真无，性情充满我。我的心真真无，性情充满我。我的心切切困着你。我的心紧紧我，相信充满我。我的心切切困着你。我的心紧紧我，相信充满我。我的心切切困着你，我的心紧紧我，相信充满我。我的心切切困着你。咱平安心，比较接礼拜。你会按哦？都不会按，上面都不会按的。这个没有缠上，即马咧放也就散了。我无拍散，就安尼啊。以前讲好啊，零级。你也讲哦。自己不能去整那里，跟这个你那时候瘦，跟他说，你说哪一次？清醒的时候，你清理者的时候再瘦。你也是光跳高，我大概，你到这个，我不要开电风扇，你不要开。我们今天不用出，我不要。其他的都会叫啊。哪有我自己待会儿开啦，你不要开。我忍忍。今天要去上面好不好？我啊，怎样有新歌哦？哎，我没有练，你忘记了。光课我上礼拜。
让我们贵也好，要贵来家。忘记验证是就是那个镜头丢漏一直要开，就一直要开。他说他帮我换这，我说为什么我自己开？啊，他就还是开了，然后就走掉。他又不坐在这，他怎么知道我呢？他们事业里的，强派那么久的电话号背后啊，那个海南的先哭已經係幾十單啦，所以係有政府去紅。哇！兄弟三角，好好三角夹起，是好顶的好，好顶的安乐。这汤批评这个废弃的油，停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，搁流至到伊的衫躯，加汤批评乌门的落水落伫咱遮的山，因为伫遐摇花有听到事故，就是永远的活啊。
请大家做伙来吟信诗300首。我真感谢你，至善人来。信诗300首，我真感谢你，至善人来。信诗300首，我真感谢你，至善人来。我真感谢你，至善人来。叫阮花悲伤歌，赞阮流水，好我接受你，一心啊，请大家起来分享。我真感谢你，至善人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桥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因是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感谢全能的上帝大名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经文第28篇。经文第28篇，以圣经后壁面1049篇。经文第28篇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神。耶稣爱煞到永远。愿以色列国，耶稣爱煞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耶稣爱煞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耶稣爱煞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就应允我，来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哪会当甲我安怎？甲我开公义的门。我通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这些人会当进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因为你互我一直该进。起厝师傅起师的桥，一定是上重要的求求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咱互别人感谢你了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咱有欢喜有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阮平安。用上主的名
来的一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与咱同在，就加手机参加敬典。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传扬你的伟大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身。耶稣来刷好万代。咱大家参加阿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我们最最问题，互阮平安。